咱把咱的心带到耶和华上帝面前，咱要对天顶来学乐耶和华，正天使、正天君，甲咱所同心来学乐。请咱拍开咱的心门，咱来学乐，因为伊的阳光是搬过天地。咱做来吟这首用台语来吟，坐来赞美，起来赞美，坐来学乐，请咱起立。 七星拢要来喝乐，大海大山水才会喝乐呀荷花。大山小山拢要来喝乐，一个七星都要来喝乐，万民爱唱歌，才会喝乐呀荷花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，哈利路亚。 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喝乐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喝乐。我们来学乐。小山拢要来学乐，一挂星星拢要来学乐。 大海甲溪水，做伙学乐呀荷花。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，你我七星都要来学乐。咱们要唱歌，做伙学乐呀荷花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；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 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喝乐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喝乐。我要专心专意来听主，我要专心专心献给主。 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时光，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，我要欢喜欢喜歌乐主。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时光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；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 所在，我都要互叮当万国所羡慕的，拢要来，因为我要互伊个充满着圣殿阳光，咱就来用华语的就震动天地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欢呼，哈利。
们欢呼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庆贺，主你战胜黑暗权势。我们欢呼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庆贺，主你的胜利与复活。你要震动天地，你必震动沧海旱地，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。你是圣殿，充满荣耀。属于你，你上圣殿，充满荣耀，荣耀大过荣耀。你必是平安，必是福着地，要震动天地，要震动天地，你必震动沧海旱地，令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，你是圣殿，充满荣耀，荣耀大过荣耀。你必是平安，必是福着地，你必是平安，必是福着地，你必是平安，必是福着地。咱将荣光归予父上帝，请坐。这是咱作为了咱大桥教会，咱开嘴，咱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确定咱教会未来。咱的教会要充满着荣光，咱的教会。上帝搁要一届来叮当，伊是有气力、有热情的教会。咱作为咱的教会，咱来祈祷，伫咱的社区也真足细，要求，遮的时间，咱有咱的拓展。咱的教会是诚做荣光的教会，请咱开嘴做来祈祷。是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你配得我们来赞美你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万军的耶和华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来赞美你的。我来憔悴，你为我的教会穿上有力气的衣裳，求你将恩赐分落你设立伫阮大桥教会，互阮的服侍的时充满着气力。我恳求你赏赐气力。带着宽平，互阮来服侍，为人来祈祷，阮来传福音。我们培养了侪勇士，互教会结出有果效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我们奉你的名来宣告大桥教会对伫这个社区，要甲遮足世人，互因来得到主的恩典，你的疼痛是有芳芳的味，因嘛要因为你的缘故听。主爱伫因的内面，诚做颂香要诚做一个富足的人。阮献上阮的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我只仰望你，你是我主，我的梦，是我的故作着我甲归人。我要你，切切困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款待甲敬拜。
咱的心较无耶和华的厝，是新的耶路撒冷。这个城是平安的，既然敬畏伊的，伊的确有喜乐、平安徛在这个厝。虽然有流目屎一夜争子的，但是嘛要出欢喜的声来收割。咱期待有一天，咱甲上帝面对面相聚的时阵，伫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，伊是无悲伤的，是无痛疼的。迄个所在是耶和华上帝有咱陪伴的。咱来吟这首《新耶路撒冷》。期待那一天，亲眼见你面，永远不分离，在新耶路撒冷。城内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黄金的街道，有神荣耀光照。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做他子民，与他同住。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忧伤悲，因一切都更新。上帝喊咱伫这个帐房来，要亲自喊咱同住，因为咱是伊的百姓。因为一切目屎甲悲伤都要更新了，都过去了。期待那一天，亲眼见你面，永远不分离，在新耶路撒冷。城内有
渴慕，这是我期待，永远永远与你同坐。这是我的爱，也不再有悲哀，没有哭嚎疼痛，一切的事都过去了。这是我渴慕，这是我等待，永远永远与你同坐。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做他子民，与他同住。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伤悲，因一切都更新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阮知世界有侪侪战争，有侪侪互阮的心惊吓，总是你有甲阮应允，伫阮新的地、新的家人地、新的所在，阮要有新的梦想，就是来起造上帝你所欢喜的圣城。主啊，阮知，当阮看见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侪侪人伫遐来伤害彼此，伫战争的中间，为着家己的文化，为着家己的信仰，为着家己所认捌的，来伫遐来征战的事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来明白，上帝你透过耶稣基督爱阮终身会当伫主你的面前，甲主你有更好的关系。求上帝你赐福阮，常常为着世界，为着阮的环境，为着阮家己本身的生命，常常伫祈祷中来敲找你的心意。恳求上帝你，互阮有一个较无主你的心，毋是忧伤痛悔的内底来过阮的日日。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应允放伫阮逐人的心内，互阮的心中有盼望，互阮的心中有感恩，互阮的心中有疼。阮相信，阮会当伫阮的环境中来为主你做美好的工作。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，伫逐角落，阮拢会当起造上帝你爱阮所起造的教会，真做新的耶路撒冷。感谢主，阮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。同心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以新的改变来做咧个别信仰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是参像书是讲，恁着听主比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，我用新的改变予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这是咱来吟诗530首，我所爱的亲兄弟姊妹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43章，以赛亚书12篇，经文43篇，以赛亚12章。我来客兄弟来。伫迄日，你会讲。上主啊，我会感谢你。虽然你对我有生气，你的生气已经煞，你有安慰我。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我可以就无免惊。主上帝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学乐。伊是我的救主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学乐伊。伊是我出生的上帝，我要在伊做歌。你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甲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。就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所做伫列邦报扬。讲起伊的名，受尊崇。恁着唱歌学乐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伫小安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学乐，即时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学乐，今日献的是确实的救恩。Yeah.
归咱主上帝。这是咱来讲到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圣经诗篇133篇1节到3节，啊，甲一段马拉基书3章11节到12节。上帝话安尼讲，诗篇第133章1节，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那安尼好，遐尼欢喜。这通比过去的油倒伫头壳顶，流到喙鬚，阿伦的喙鬚，搁流到伊的颔骨颔领。这嘛通比平乌门山的露水，落到锡安山的山顶，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福，赐永远的活命。马拉基书3章11节到12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佮讲：我要阻挡草莓啊，毁害恁的土地出产的，要互园的葡萄树结济济葡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安尼万国拢会讲恁有福气，因为恁的地，互人伫遐安居乐业。即时咱无需要咱证到是神造人的安怎，互人会当胜过试探。第2篇，人甲人环境甲和睦的关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边的兄弟姊妹讲，感受到好听的音乐就拍谱啊！咱将拍谱啊，用光归互咱的主上帝。我感觉基督徒伫教会内底吼，当然咱是抱着因光归互上帝。但是我感觉拍谱啊，这是一个毋是咧称赞什么人较贤，重要是咱得当伫感恩。伫即个肯定的中间吼，彼此肯定的中间，来彼此受造就吼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是充满着娱乐，充满着上帝荣光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，施行拯救人民的上帝，阮诚心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阮来向主你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主你听阮的恳求。阮是用一粒谦卑顺服的心，要来认阮的人的罪。当阮看见世界充满纷争、欺骗、诡诈、扰乱的情形的时，主啊，阮的心有时会充满摇疑，甚至不安。有时阮会想讲，主你特时会出手行公义的事，互阮看见。主啊，阮需要专心。单单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倚靠你，因为你是满有能力创造主宰的上帝。主啊，你伫阮的生命中爱阮知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，着伫世间所着行的事顶面，毋通亏欠主你所互阮生命的赏赐。主啊，阮带着信心，搁一摆伫阮的生活中，阮需要来赢过试探。当阮伫患难的时，阮的心就认定主来成做阮生命的要紧的事。主啊，当阮看见以色列有侪政治人物伫近年来，甚至违背信仰圣经的教义，伫回教的族群的中间引起冲突、无和谐的关系。无论伫信仰的差别、族群的对立、真理的观念的磨合顶面。主啊，阮知，互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人带来生命的损害甲冲突。主啊，你有讲，阮的生命会改命，除了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上帝，阮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主啊，总是阮知，阮时常因为侪意见的无合，观念的无相款，忽略伫祈祷中去敲找上帝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阮的生命，恳求主你上帝即时嘛赏赐智慧的心伫阮逐人的心内，互阮伫每一摆祈祷的时，除了通甲主上帝你生命关系建立，来得到生命需要的平安，阮也要通过祈祷来得到智慧的心，
互阮对信息的上帝所领受的福分，通有气力、有热情的生命来分享伫阮身躯边的亲人朋友。主啊，互阮即份对主你对人的疼，毋那是阮生命得到得救的应允，阮也要互阮的生命伫每一个阮所接触的人顶面，互因看见，互因认捌，甚至互因得到，阮的生命中有主的疼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即时每一个参与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实体的礼拜，无论是伫直播的内底在观看的兄弟姊妹，阮要做伙为着阮的属房长老，伫陪伴照顾伫个丈夫英男兄弟，伊需要极大的信心甲体力，毋那需要伫生活顶面的协助，阮嘛恳求上帝你亲自做因及时的帮助。通过阮做伙代祷，主你嘛要将教业的气力赏赐互阮。阮嘛要为着行动无方便的明宏兄弟、杨明杰来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你赏赐恢复、医治、美好的应允伫因的生命中间。伫复健的过程需要持续教业的信心甲忍耐的心，一步一脚印来挖靠主，来经验生命恢复的新热技术。恳求主，你即时通过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激励阮逐人的心。通过祈祷，阮要搁一摆得到气力甲恬静的心灵。感谢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你边仔兄弟姊妹讲，你的生命有得胜无？这几礼拜牧师甲咱分享PPT 吼，咱人生命要安怎伫试探的中间来得到胜利？靠主要安怎得到胜利？咱必须爱先大先甲主你甲家己啦，想一个和睦的关系。所以顶礼拜牧师甲咱讲起，咱着爱先诚做一个清楚，你有信靠耶稣是啥？嘿，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救主。吼，你若无信耶稣，你有信，但是你无承认讲信耶稣会救你，安尼你信这个耶稣嘛无路用哦。你会知影耶稣是会救你。安来救你？你的行为、你的生命、你的认知，拢会无相款。所以咱会知影，咱有讲咱是上帝所生的，甚至我们是神所造的。意思来讲，咱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咱嘛是上帝囝儿，咱就爱会晓分别，什么是好甲歹，什么是公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中，咱爱常常认捌，咱家己是毋是有和睦的关系？毋是伫犹豫，毋是伫是非不清楚。嘛毋是伫疑惑当中在过生活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咱顶礼拜甲咱讲第一项，要安怎靠主得胜的第一个要件，你甲你家己是毋就一个身心灵合一的关系。第二，咱嘛讲起，咱必须爱甲上帝有一个沟通的关系，对无？咱得爱有合一的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你得爱知影要安怎修改命啦，要安怎修改命？要安怎修改命？足简单的，尽心尽力尽性安怎？听主你的上帝，第二咧，听主边亲像家己嘛。这诫命足清楚，搁有啥？爱遵守啥？10条诫命嘛。这10条诫命足清楚的，你要安怎做？你看你就知。所以咱知影顶礼拜咱甲讲起，咱要甲上帝有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，通过祈祷，对无？祈祷爱有几个方法。第一项，你必须爱安怎？爱清楚啦。祈祷爱讲我清楚啦，毋通讲安尼啰，安尼讲迄无明吼。讲清楚慢无要紧，但是你爱清楚你咧祈祷啥。第二，咱就爱知影咱祈祷的重点是啥。咱咧祈祷若拢是咧为着家己，无咧为着上帝要安怎伫咱的生命中来行伊要爱的代志。安尼你的祈祷会安怎会失焦哦？吼，你较咧讲的拢是为着你家己，所以你捌听见有个人的祈祷吼，较祈祷拢是为着伊家己尔。吼，伊讲咱要请某物人祈祷，伊祈祷拢要讲的拢伊家己。但是拢无咧为着教会嘛，无咧为着别人，所以这是啥焦点的模糊。第三，咱必须爱画出咱祈祷的内容。咱每一个信徒咧祈祷要有气力，必须得爱知影，咱得爱有实际的行动。所以，特别兄弟姊妹，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这两个重点足清楚，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继续甲咱分享，要安怎靠主得胜赢过这个试探。第三个要件就是人甲人的关系啦。人甲人的关系是啥？
也就是讲，人伫信仰上，其实咱拢会去带出啥物的生命？其实咱的信仰会去带是，若好的吼，会激励你的生命。啊，若激励你的生命会安怎？好的会安怎？会互你的生命做转变哦。所以记住哦，生命有没有转变，自然就会为你生命带来祝福跟成长，对吧？你看见一个囡仔，伊的品格，伊若无转变，伊的生命其实你看有啊。因为你对伊的成绩，你对伊的这个人所带互你的感觉，你就知影这个人有成长啊无？但是当咱愈来愈年老，咱人愈来愈安怎，愈成熟了后，你的豆豆会感觉讲成长敢若无啥必要。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你的生命一直拢爱成长甲突破。你的生命爱一直成长甲突破，无论你食到偌老，你拢爱清楚知你的生命拢爱不断去做改变。就是你转变你的生命，互你的生命不断成长。但是若歹的、歹的是啥？咱的信仰有当时嘛会叫带歹哦，吼啊带歹的安怎叫做煽动啊煽。即马吼，你看新闻媒体吼，有没有很多煽动的言辞？有没有？有呢。这言辞，人会讲的话，这最近的新闻媒体真趣味吼，讲这个连坐椅也有关系呢吼，真趣味。但是煽动的言辞，你若甲注意甲听，你看有啦。啊，你若唔捌人，你安怎？啊，你就被带坏了，你的生命就被变造。什么叫做变造？我去甲查哦，叫做变造艺术，叫做改变原本已经存在的物件啦。原底是好的，就变成安怎？变做歹的。所以变造生命，自然就会为你的生命带来是啥？刑罚、咒诅甲伤害。所以一个人的信仰，唔简单是咱所信的什么教哦，包含咱咧看的媒体，咱所咧生活伫社会上，拢一定有这种的物件咧产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问咱，伫咱伫生活上，咱伫即礼拜中间，咱看媒体中间，当咱咧为着以色列、巴勒斯坦这战争的过程的中间，我唔知影你看到什么。你有去了解到伊内底背后的事实了无？所以我就会想讲，一个人的生命，如果伊伫试炼的中间试探患难的时，伊要安怎安静落来去听上帝的声，是何等的要紧？阿门。所以人甲人的关系，会因为外在的影响无？会无？会袂？会嘛？所以咱是毋是爱搁较有智慧来求上帝帮助咱？所以咱时常爱问家己啊，咱爱问家己，我伫教会内底在做什么？咱来想一个问题：伫你即个信仰的中间，你咧听牧师讲道，你咧读经，你咧祈祷，到底你咧参与伫教会，无论你对细汉就咧参加主日学、主日的礼拜、奉献、受洗，伫教会内面侍奉上帝，甚至伫教会伫外口咧传道理。我唔要问咱家己，伫教会内底你是死还是活的？你是死的人还是活的人？你要问你家己哦。你的灵魂的内底，你是伫地狱的还是伫天堂的？这有无共款的？有的人哦，伊若听牧师的讲道了，伊感觉落地狱的。但是我感觉无要紧，至少伊有感觉安怎？我觉得我有错，我不爱入地狱。我的期待安怎？我的生命是安怎？是得救的，是从神的话语内底安怎得到顶头生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认为一个人伫教会内底，你要知影你是毋是伫耶稣基督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17节，咱做伙来看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用华语来读。所以，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一个要加做新创造的人，伊的大心要安怎知影？伊知影伊想要安怎？伊要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自然就是基督的内底。但是要伫基督的内底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伊就爱第一项唔通安怎？凭着外貌在看人啊，对无？所以我这礼拜我做认罪祈祷，讲主啊，这巴勒斯坦人虽然这伊斯兰的教徒有激进分子，迄暴力分子，因
就是因产生侪即个冲突战争的开始。但是我伫心内中间，我讲主啊，怜悯我看这个人，因为因无受好的教育，因的环境出世就无好的环境，所以递到有侪因为环境人的话语来递到因的生命的伤害。所以我开始就为着这个不足的人来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无凭着外貌去看人的时阵，你就会为伊祈祷啦。因为过去有侪犹太人，甚至以色列百姓，因安尼看耶稣嘛，对无？所以看耶稣的外貌，看耶稣所讲的话来认定伊，然后甲伊定罪嘛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若是伫耶稣基督的内底的人，伊就爱安怎？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哦。袂当去游玩过伫过去咧看人哦，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你看人爱真正无相款，要看出他的生命的不一样嘛，对不？好，咱看人毋通甲看伊的表面，有侪伊的表面就咧显明伊到底内心咧讲啥物，咱爱去了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认为伫教会内底，基督得救的福音深受改变咱的生命，咱爱时常去思考。咱来看一段影片吼，是咱即礼拜咱教会伫做即个大桥里的死所爱无限的工作，牧师真感动，嘛，互我体会足深的工课。要安怎来关心？咱直接放映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要安怎来突破咱家己的生命？所以讲吼，会团的所在，才是有疼的所在。我认为一间教会，若袂晓将伊所得到的迄款的疼，会晓去分享，我认为迄种的疼是有限的，吼，甚至是无够野的。咱看见遮的里面吼，我有一个足深的感触。即摆的大桥里，咱接续即礼拜是安康里，咱过去即个。咱教会旧礼拜堂的所在，即摆有16号大桥里，来9号，
啊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一开始有一个老大人80几岁吼，就是堪里长咧做伙咧讲话迄位。啊，这位兄弟真特别。一开始来的时阵，我就讲，东刚来去招待了。他们说好，我们去。咱做真好的训练。一开始坐落来，三个姊妹就开始看这个长势开始讲话。伫讲话中间，讲的，这个长势然后开始大声起来。大声起来，伊开始讲伊的政治理念。伫迄过程的中间，无偌久，咱的东刚因为伊拄好有代志爱先去做处理，就是来做一个句号，讲 OK， 啊，我先来处理。然后有2位姊妹就煞咧赶紧离开啊。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我就发觉袂使接，安尼袂使，我赶紧搁入去，开始听伊讲。讲的中间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，请你带你的囝，请恁太太带恁的囝来，互我甲摸一下。人安尼甲你问，你会袂？袂哦，吼对，你看我想的共款。我会甲伊讲，但是吼，这疫情当啊过吼，我囡仔要细汉吼，可能无介方便啦。伊讲，你毋捌啦，你请你的囝，请恁太太甲你的囝抱过来，互我甲摸一下。了后我讲好来，迄个准时来过来，甲带过来。伊就甲摸伊的骹，摸一下，笑出来，笑甲偌欢喜。我毋知你体会着啥。你一开始看我想的，可能是感觉讲啊，我甲保护掉我的囝，我袂使，互伊摸一下。为虾米？惊感染嘛，是毋是有要什么动作啊？是毋是？但是迄当时，当我做这个动作了，我知影。伊甲我问讲，伊讲牧师，你敢知影我为虾米要摸恁囝？我讲我知影。因为你有足好的老人、老大人疼惜细囝的迄个心啊！伊讲哦，你果然你会当做牧师。我的心毋是要夸靠家己，我要讲啥物？我要讲，当一个人伊入来教会的时阵，伊需要啥？疼啊！疼是啥？其实疼，comme你头拄讲的，伊需要听来有人听伊讲话啦。敢毋是？啊！你若看到伊咧讲伊大声话安怎的时阵，你著安怎？哦，去紧张啊呢！我毋知要安怎呢。当伊甲你讲问一个问题，爱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，你敢有法度通安怎陪伴伊？兄弟姊妹，我认为，当我的心无开的时阵，我的心就开始咧想防疫、禁止、拒绝、提示，甚至拆毁关系。敢毋是？但是当我的心若开的时，是啥？是接纳、认捌、了解、领受、建立关系。当我做这个动作了，恁妈这个兄弟甲我讲啥？伊讲你吼，我甲伊讲啊，恁囝，你敢有人亲人甲你带做伙？伊讲无啦，我食到这个会，我食水咧当过日啊。哦，毋是你当食足侪物件。伊讲牧师。我食水就当过日，因为我知影食水是足健康的代志。甲你边个兄弟讲，无物件通去食，水一定爱食。真的，吼！伊甲我讲分享一个见证啦，吼，这题外话。伊讲伊楼顶嘛有一个讲，有一个兄弟吼，若知影讲有这个遮好的这个活动吼，我嘛要邀请伊来。伊讲我讲啊，伊啥无来？你无甲邀请来？伊讲啊，伊就食了上大箍啊，吼！伊看我共款嘛孤单老人啊。啊，食了伤济啊！伊讲伊会知啊，吼，足简单的啊，中昼咧，中昼就食一个泡面南菜，逐工哦，逐顿哦，中昼哦，无物件好食，但是泡面真芳真好食。暗时买啥？买2罐迄个饮料麦仔茶，因为伊讲麦仔茶会帮助伊新陈代谢。安尼咧过日，剩的就是食水。佫有一项真特别。当我看见伊杯啊无水啊，我讲来，东港紧嘞，添水添茶。伊看着水哦，迄个感受是啥咧？一直灌，一直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真欢喜？平常时无水通好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问咱：好款待人有要紧无？有。但是当你若无好款待的心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看袂到人的需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内底箴言4章23节安尼讲：
讲你着爱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一生的果效是对心中发出。咱的信仰，讲上帝是疼所爱的人，上帝所爱的人哦，爱有啥？爱有疼的，安那？伊所爱的人就是爱有疼的产品嘛，对无？敢会上帝做出来的人是啥？无疼。了解我的意思无？我们承认，我们期待领受上帝丰盛的爱与恩典。可是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把这份恩典去分享给人知道？你是一个有爱的人吗？敢不是？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把你的爱分享给我。哦，告诉旁边，时常提醒他嘛。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重要。所以，疼是会当互人彼此和睦上重要的因素啦。圣经内底咧讲的，拢是咧讲人得爱有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看圣经在讲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遐尼啊好，遐尼啊欢喜，这通比并贵气的油，天地倒伫头壳顶，流到喙鬚阿伦的喙鬚，佮流到伊的头壳顶。这嘛通比并乌门山的露水，落到锡安的山岭，伫遐上主有应允，要祝福赐永远的画面。咱知影乌门山顶面，伫迄种所在，迄足悬的悬山顶，因一日的中间，就是透过迄露水，互人会当得到滋润，甚至食物。植物拢爱通过这个露水来，互伊重新有活命。所以咱来知影，这露水对人来讲有要紧无？足要紧。那亲像我看见这个张生，当伊伫咧啉水的中间，我讲来，我佮甲你停，你讲好啊，无事有够啊。咱着爱帮助一个人，去服侍一个人，互伊感觉讲有够啊，真欢喜，我得到啊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上帝爱咱做的，因为咱着爱互人感受到。上帝所以应允的祝福，买当伫咱身躯边的人的生命中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所要爱做的人，就是爱伫所有的人的中间，着爱彼此相疼，彼此相帮助，甚至彼此相做帮扶，互相祝福。希伯来书第10章20节到25节，咱个做伙来看我们一起来读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。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圣经伫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起，咱的心中其实有侪咱的亏欠，甚至咱的拉伤误会，拢已经被洗净了。咱的心中就爱存有一粒诚心的态度，甚至有充足教义信心，到伫上帝面头前。注意，伊讲起爱有望啊！这种的望袂互你的生命会受到环境来摇动啦。甚至呢，咱着爱伫这个应允的中间，相信咱的上帝是啥？什么是信实的？就是真正的嘛。伊是真正通好相信的上帝，伊是实在的上帝嘛。伊是真实的应允咱祈祷的上帝嘛。伊佫讲，作者佫讲。个爱有啥？意思来讲，一个信徒唔通干那对上帝有信心啦，你拢相信上帝，但是你对彼此也袂相照顾啦，嘛袂互相激发疼心啦，勉励劝人为善啦，劝人做好啦。什么叫做劝人做好？你爱常常问一个问题哦。当你伫听主的兄弟姊妹面头前，当人甲你讲保安兄，你穿了安尼邋遢无整无齐你可能爱小可调整一下哦。你若听了
安怎？哦，讲迄话真正是足无疼心的，生气。请问兄弟姊妹，我要问咱，我即个动作是应该也无应该？应该啊。但是伊即个反应应该也无应该？其实是无应该。因为伫教会内底，伫人甲人的彼此的中间，咱是爱彼此相顾啊。人会要甲你讲，是因为啥？听你嘛。人也无要甲你讲，迄较是害你咧。所以哦，兄弟姊妹，我每一摆牧师若讲道煞吼，下晡的时，牧师妈若敲电话来，我就知伊要创啥。检讨会啊！你今日讲道是讲了安怎？你今日你爱安怎哦？小可注意哦！我讲妈妈，莫安尼啦，是我做牧师啊，你做牧师。但是我甲你讲哦，即种的心我愈来愈开啊，我愈来愈感受到，我的妈妈就是疼我，我捌因为安尼扛我妈妈冤家呢。你真正哦，你魔鬼撒旦的声咧。咱有时嘛安尼嘛，敢毋是？有人来甲咱讲的时候，吼，迄魔鬼撒旦的声咧，毋好毋好。我甲你讲，人若要甲你讲，迄是因为人疼你。三观顾，激发疼心。勉励行好，所以咱的生命唔通因为人一句话甲咱讲了，我不爱来啊啦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就要常常伫这中间，虚心的去领受。啊，有一个美国吼真有名的一个领导家吼，叫做约翰麦斯威尔。伊本身吼，伊协助真侪人去发挥要安怎上大的潜力、领导力来去做真大的功效。所以伊培训了真几百万的领导者，啊，伊嘛获得这个德蕾莎修女全球和平领导奖。伊本身嘛是一个教会基督徒，无论牧者，有真侪人拢真爱了解去看伊的册。啊，伊捌讲过一句话吼，伊捌伫一本册叫做畅销著作的《领导21个法则》，嘛是咱伫后礼拜，咱的同工甲牧者要做伙来去。为期5摆的这读册会，这本册内底有讲起一句话，伊讲为什么人会对一个领袖抗拒、不愿意顺从，但是呢，伊却阁会当对另外一位领袖死心塌地跟随到底。我要问你，有时间咱会安尼无？会敢若安尼嘛对无？伊讲什么？伊讲为什么人会安尼？答案就是人会啥？品格特质啊！了解无？你毋通怪环境，你毋通怪人安怎？是，迄你家己，你即个人安怎？会品格特质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常常嘛会想安尼想讲，到底为什么人会有即种的反应？后来我常常会想讲，主啊，我知影，这就是你创造人无相款的特质。但是你要了解哦，你有即种的特质无？你愿意要跟对一个什么款的领袖？互你的生命会当真实为你的生命带来帮助。我认为，伫教会参与的信徒，生命有甚物款的品格特质，我感觉认为就是爱培养好的习惯。我认为毋是培养有疼的生命，迄讲了伤过广了啦。有疼的生命吼，我甲你讲，你有疼无？你讲有啊，我有疼。但是你莫想我要甲你问。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可能伫某一个部分，还无达到迄个有疼的啥行动嘛，对无？所以我认为这种物件小可。我认为更较好的是啥？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你要培养好的习惯。注意哦，要有培养好习惯的生命品格哦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好习惯是各种物件拢会当真做你要安怎培养好习惯的品格哦。啊，我感觉这种重要。亚里士多德这个哲学家，伊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做一项好事并无困难啦，但是困难的是啥？养成一种做好代志的啥习惯啊？什么是好代志？想看卖？有什么好代志？什么是好代志？我做钦佩这个新店老师吼，伊每一礼拜哦，每礼拜六哦。伊若无法度通参加聚会，其实还佫有真侪兄弟，若无法度聚会，拢会甲牧师讲一下哦。
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礼貌，伊会尊重，伊会啥？伊交代的时阵吼，伊拢会提早到。拜六一开始甲牧师讲，牧师，我会当做啥物服侍？我讲啊，无，阮拜六，伊讲拜六会使来做交代。我讲好啊，但是吼，阮拜六无啥人哦。伊讲无要紧，吼，我讲真好，无人伊嘛愿意安怎来做服侍。所以伊足尽心，时间到，徛伫下底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伊就起来。我感觉迄就是啥？有一个好的习惯，伊知影什么是好，我愿意去培养这个好习惯。巴金这个中国的文学家，伊是文革时代时期的受害者。伊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囡仔成功的教育啊，对好习惯培养开始啊，毋是伊有啥物才调啦，毋是啥物读册啦。我甲你讲，这是真正事实。弟兄弟姊妹，人甲人要有和睦的关系啦，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好的习惯的培养。什么好习惯？对囡仔来讲，咱教会囡仔、青少年、社青，包含年长者，我认为咱拢爱培养一个好习惯，叫做啥？爱有礼貌。什么礼貌？看到人爱晓称呼啦。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对爸爸妈妈出去，无论去什么场合，当我的爸爸妈妈伊也讲拍招呼拍了，用会挖过来讲，啊你哪拢无人叫？有无？有个人讲哦，这教育唔好，较安尼对囡仔歹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袂使入。这叫啥？叫什么阿伯？比爸爸较大的叫阿伯，比爸爸较细叫啥？叫叔叔，吼。啊妈妈呢？比妈妈较大的叫啥？叫有个讲阿金嘛，吼阿姆嘛，吼啊若较少年的叫阿姨啊。但是后来我发觉吼，干脆拢叫阿姨较好啦。吼，人拢较爱听较好听的嘛，对无？我要讲啥物？我要讲即个习惯，对细汉的时阵我足讨厌。逐摆若要食倒吼，啊，去互安尼讲的时阵吼，你摆迄顿饭食了足艰苦。吼，啊，硬物件吼，佮袂当先硬，我都做枵的。爸爸和妈妈就讲，这讲道的爱年长者先硬，硬了咱你少年的开人硬。礼貌呢？这种礼貌对你有啥物帮助？对我年老开始成长成熟了后，这真做我足好的物件啦，足好的财产。所以我就回想起。为什么我伫做兵的时阵，有法度通得到这个顶司长官的重赏？监察官伊甲我讲，委员，你拜五吼，人是拜五提早暗时会当先回去哦。我是拜五早起，监察官就甲我讲，委员，款的，中午你就可以回去了。有好无？足好啊！我的人住台南嘛，我的厝伫台南嘛，做兵伫邦桥啊。吼，台北啊，所以伊知影，伊讲我厝足远啊，结果我毋是，我无倒来厝，我走去台中，找迄当时女朋友。但是我要讲的是啥？我要讲的是，这种好处是因为你知影什么是好，因为我知影要安怎下水果，因为过去爸母就是安尼甲我教导讲，这未来诚做你好的产业，诚做你好的习惯，诚做你好的品格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教会，咱人甲人拄着的时阵，爱安怎？爱拍招呼啊！所以我常常甲子安讲子安，你一定爱教导咱的青少年吼，看到人爱有礼貌啦。啊，要安怎有礼貌？爱对倒做去，对倒做去，对伊啊，了解无？啊，所以牧师有拢在看哦，咱教会的社青吼，青年哦，有当时对伫头前长辈哦，头前长辈讲，牧师平安，后壁然后对了呢，行过呢，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哦。这代表的是什么？没有好的习惯。兄弟姊妹，这种习惯要紧无？足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一摆我平常时，那咱的青少年伊来到教会，伫遐读册，伫遐佚佗。牧师若入来的时阵，咱的青年。伊袂安怎？袂打招呼啦。啊，袂打招呼是因为对倒来，啊，有当时是对咱的带的人开始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爱咱每一个人爱有一个心，就是知影讲，
你毋是要扑扑摊摊无输啦，毋是，这是一个足基本的一个态度。因为你的囝儿，你身躯边的细囝，包含对伫你身躯边的人，伊会甲你学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咱来了解信仰的品质，咱来了解人物耶稣。你有看见耶稣伊咧教导门徒，拢足细正的咧。但是这门徒拢是安尼避鬼避怪呢，问咧做迄奇奇怪怪的问题呢。但是耶稣就实实在在咧甲因讲，甚至佮甲彼得讲：你有听我无？我佮想讲，较会问这个问题。啊，你的门徒都对你较久啊，你较安尼问你的门徒，其实耶稣拢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甲人的关系，也就是决定了你本身是毋是有法度通靠主得胜的困难。阿免。如果你甲人的关系，你无法度有即种的关系建立，安尼我甲咱讲，你要安怎伫靠主的关系顶面，伫试探的中间来得胜，真困难。第四项吼，咱要安怎靠主得胜吼？第四项就是人甲环境的关系。咱爱知影，当人甲家己、甲人，甚至甲上帝有一个合一和睦的关系了后，咱必须得爱跟即个大自然啊，环境爱有一个合一的关系。环境会为你效力啊，无搁再是安怎为成做你生命中间的阻力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环境要安怎为咱效力？我认为学生的工作，当咱伫祈祷中，咱求讨资源，对无？啊，上帝有甲咱输出啊。咱讲咱要做学生的工作，咱无资源啊，因为咱教会还搁咧欠钱呢，对无？啊，就算拨经费嘛，5000块、2万块。一档内底是要做啥？足困难，毋是干那学生工作，老人工作嘛是共款。但是我毋知你有去看见无？2023年，咱的教会牧师咧讲，咱的教会要做学生的事工，咱要做老人社区的事工，上帝有甲咱赏赐无？有无？有呢。环境为你效力啊，因为你有安怎？我要甲咱讲，就是你有奉献的心。咱今日所看马拉基书第3章11节到12节，你看到敢若是环境，无论你所看见，敢若是环境为你效力。你要知影哦，第10节咧讲啥？3章第10节，歹势我无拍到这个吼，伊咧讲就是咱所熟的一段圣经节。你们要当那的1/10，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这个上帝，是这个上帝。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牧师想要问讲，有机会你会当问子安。子安伫一开始，当伊要做学生工作，伫要我甲伊讲，学生吼，咱即马有这笔钱哦，你好好啊，好款待这青少年。一开始也精打细算，精打细算不是不好，而是有时候人会精打细算，会较唔敢将钱用伫需要用的所在。你会感觉讲，哇，开这敢若真侪钱呢？咱教会哦，来到伫这个所在哦，你毋知咱的用电量哦，已经是比旧底礼拜堂会较侪无？啊，较少，会较侪啦。咱哪有电梯啊？敢毋是？咱旧底冷气是开一只，咱怎是开几只？4只。旧底礼拜堂伫1楼啊，哦，有无一台冷气尔？敢毋是？你若真正甲算起来，其实是愈济。但是当你若斤斤计较的中间，你要做工就做袂落。但是当你欢喜讲我是伫奉献的中间，伫为主做的，上帝甲你祝福，因为你爱伫上帝面头前清楚，上主的话讲，当上主万军的统帅去讲，我要阻止草莓啊！毁坏恁土地出产，做世人上惊的就是你所种的产物安怎？或者草莓安怎？互虫甲你食去啊！吼，要互你园的葡萄树结真侪葡萄。上主万军统帅讲，安尼万国拢会讲恁上有福气。我要问咱兄弟姊妹，你认为你是有上有福气的人无？一个讲尔。你有认为你是上有福气的人无？啊，你感觉你上福气是对倒位来？
对上帝来。啊，是安怎对上帝来？你有啥物款的行动，互你感受到上帝安尼甲你祝福无？这是重点。所以今日圣经在我像咱头拄仔讲，第3章的第10节，伊讲到第一句，你着将得纳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。不管你的生活、你的收入如何，牧师拢鼓励你，你一定得爱尽到应当逐个月，你有一个部分是得纳予上帝，回应予上帝。这是上帝教导咱的足重要的，因为当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的确要予你的产业，亲像今日所看圣经所讲的，万国拢要讲恁安怎上有福气呢？什么叫做上有福气？你可能纳袂敢若比人较济啦。外人讲你干嘛摕迄钱摕去做遐代志咧？吼，我会记得我妈妈常常伫奉献的中间，因过去吼，我细汉因拢冤家拢是为着奉献的代志啊。但是我即摆看起来吼，迄奉献的人吼上福气啊，真正的。啊，若无要奉献的人吼，迄心最后上帝拢甲客气，像头拄仔牧师之前捌讲的，我有迄个诈骗集团有无？因为我就想要甲囥到身躯边嘛，我无想要奉献嘛，我想讲啊，我看到我较奉献出去嘛。但是上帝就甲遐物件拢客起来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着爱学习有奉献的心，教会才会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所在。所以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着爱清楚知，环境的关系就是爱学习伫参与、付出的中间，会带互你的生命一个健康的生命。甚至呢，伫教会关系是啥？他拄仔讲的是环境啦。啊，教会就是一个环境嘛，敢毋是？教会关系，咱着爱尽心、关心、参与、奉献。无论你是奉献金钱，也是奉献心力，拢会为你带来真好的祝福。带互你是啥？开阔的生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另外一段圣经节，牧师期待咱做伙来看看。马太福音书第5章23节到24节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意思讲吼，唔通真做一个干来要奉献，但是私底下跟人的关系安怎无和好？你若无和好的关系，你就好好安怎去家做一个关系定亲甲人脉的建立。求上帝帮助咱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最后牧师跟咱分享。有一个人有一摆，当伊的脚踏车，迄个轮胎歹去吼，伊伊的厝边就一个即个灌风的风筒吼，啊无小心甲伊即个风筒我甲用歹去，但是吼，伊真更羞于承认，注意哦，羞于承认跟他朋友借这个东西把它弄坏了，所以在行义的中间呢，伊就歹势甲讲嘛，无甲伊讲偌行义啊。但是伊知影，上帝爱伊，就爱伊的厝边安怎？爱承认嘛，爱道歉。伊伫遐犹豫不决啦。伊心内想讲哦，本来伊这物件都旧啊，物件嘛安怎嘛容易歹啊，拄啊，互我用着拄啊歹去啊，吼对无？为家己想足侪借口，想足侪理由，吼。所以呢，伊伫个过程中间，常常会去感觉讲。但是吼，我伫上帝面头前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若安尼做吼，上帝嘛无欢喜。有一摆呢，当伊要奉献的中间的时阵，伊想起这项代志，后来呢，伊就甲伊的奉献的钱无先去奉献，伊会看到这段圣经在，伊认为讲，我着爱先去共道歉。所以后来呢，伊就将这钱先甲留咧，然后先甲伊朋友道歉了后，然后伊才去将这钱摕去奉献。兄弟姊妹。我要问咱讲，付出一个小小的代价，就会当重新互人的这个关系重新建立，会当帮助你甲上帝建立一个无愧的良心啊！有好无？有好。牧师期待咱，无论你做什么款的奉献的服侍，咱拢得保持这个真要紧的心，去思考我的生活中得罪了偌侪人。我所做的代志有倒位亏欠上帝荣耀？
甚至我有做倒位错误的生命的示范啊！兄弟姊妹，有讲到什么不得体的话语，影响到人的生命，咱拢爱认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搁一摆会当去亲近上帝，来敬拜伊。咱就爱先学习，甲人的关系就爱有和睦。搁另外一个，今日咱讲的重点，爱甲什么？甲什么有和睦的关系？环境，咱就爱甲咱的环境有好的关系。求上帝帮助咱，祝福咱。咱做伙用一首歌曲，练尽过的生命吼。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机会，咱会拄着困难，就是咱有伫困境的中间，咱爱求上帝，互咱有气力，要安怎来突破？互咱伫黑暗的中间，上帝伊要赏赐互咱生命的亮光，帮助咱伫黑暗的中间充满光芒。咱常常着在将咱的手举起来，将咱的生命拍开，互上帝来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主的荣光，得到主的乐乐，得到主的肯定甲祝福。困境中，你赐我力量，在黑暗时刻，你给我亮光。虽然黑夜漫长，充满盼望，仍把双手举起，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，你赐我盼望，在失落时刻，你与我同在。纵然试炼不断，靠主刚强，历经过的生命，更让你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阮的当心伫你的面前，毋若听你的话语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带着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祈祷。阮虽然逐人伫生活上、生命顶面，有时会遭受无相款的患难、忧愁、劳苦，总是你的命令、你的话语，却是伫阮的心中意爱的话，在甲阮讲。你爱阮的生命，就爱有安慰，因为你的话语毋但要为阮带来生命安慰甲气力，嘛要互阮明白。你的话语要为阮的生命带来亮光，甲引出的道路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当你的使命爱阮去向人传的时，传迄个宝贵的福音的时，是因为你伫你的内底有真实的平安。伫世间上，阮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你爱阮学习，将生命交托助你。你已经较赢这个世界。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有人的形象，受人定罪，死搁活，显明你是手术生命无限可能的主宰。愿你使用阮的生命，互阮伫今日的信息的内底，体会阮需要学习甲人建立美好关系智慧。甲伫世间的年日，阮伫现今的社会环境中间。阮需要有智慧去建立和睦、协调的美好关系。愿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学习凡事谨慎，伫挑战、困难临到阮生命中间的时，互阮学习面对有够野的气力来忍受苦难，互阮的生命伫传扬主听有气力，用感动的话语来传主你的道理。愿你继续引带大桥教会，伫后礼拜三，阮继续参与伫社区关怀有需要的里面的工作，互每一位志工、同工、信徒伫实际行动的内底，通过陪伴、认捌、了解、付出听的行动，互主你的教会、大桥教会，成做主听世间人大好消息、福音。
出口的好所在。愿你坚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的心心灵满有健康，恢复勇壮生命力，来为主来活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准备心来奉献。立。宣告：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。奉献是在情丰收的种子，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，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教导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，赐福互阮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，咱的公道，咱除了咱的教会这项事件，咱的需要，甲咱的团体，甲咱的兄弟姊妹面向，所有的反抗问题，甲服侍的问题，求主咱开声来祈祷。
主啊，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虽然是有超越个圣洁，对阮遮侪侪过世的罪人的祈祷，拢得到你的感纳。阮搁较学你的性命，通过主耶稣，为阮开一条新搁活的路，从今来恩典，白白收拾阮无人夸口的人，永远愿意只是脱离阮家己，投靠你的怀抱，让得到心内平安。求主阮家己选择家己各项的所行，因为你的恩惠来欢喜，将一切灰心失志变成新的勇气甲服务进去。无为着家己的事，也是多无家己的欲望来行遐。伫你面前，我无想着家己，只有想着遐需要帮助的人，以及到伫阮的普通园因所做的工，为阮的教会有主你看顾阮，求主你保守阮的教会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靠主来所有名求。Amen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下周的数日外，请家己注意。本日消息：第一，本主日礼拜后11点到12点，举行新楼社区卫教讲座，主题是预防失智，做伙来办道。请兄弟、邀请兄弟吼，甲大桥里的里面共同来参加。下昼有餐，欢迎兄弟来留步。会后呢，咱今仔日小组暂停一间吼，下礼拜恢复就2个恢复小组。第二点，本礼拜三10月25上午11点到12点，本会举办第2届西所爱无线的社区关怀活动，就是安康里。主题是原来是讲做香有礼啊，内容是原来送发礼券，也是香口制造陪伴关怀，请有意爱参加的兄弟姊妹，当日10点半有比，到祈祷。第三点，咱10月29 2点半到5点半，为着转化教会体质团队，本会共有10个名同工参加读册会。地点是大安教会，请参加者优先阅读领受21个特质第1到第42，请中职同工牧者领受。请兄弟为教会同工服侍，装备带导吼，求主圣术智慧力量甲利服侍的人。奉献的问题吼，请咱大家若有问题对会计部来更正吼。即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来台语甲华语读一遍吼。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，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安乐。看啊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诗篇133节，请咱牧师补充报告。牧师的补充报告吼，咱即马因为咱的大道事项吼有较济，所以咱伫做伙祈祷、讲道的时间吼，牧师邀请咱，你会当选择一个你感觉你有感动，迄个部分来祈祷。亲像今日牧师教着讲，咱祈祷着简单。所以咱伫遐济项事项的中间吼，请咱注意，你会当选择一项，你有感动，你知影想要安怎祈祷，你来为迄项代志来祈祷就好。最后咱的师会人伊会伫即个所在来做一个总结的祈祷啦吼。所以请咱注意。另外牧师嘛，甲咱说明一下，就是因为咱即摆咧唱即个奉献的歌吼，是奉献所有对无？有的人会感觉讲咱即个所有是毋是我著爱奉献我所有的物件？其实圣经内底记载是安尼，因为过去的人因环境无好，所以伫迄当时因会当受主呼召，因会感觉我全所有的奉献出来做圣工。但是即个奉献所有其实是讲，你得当奉的、当纳，像今天牧师所讲的，你当奉献的，你不要再去把它，可以讲
佮客起来啦。你爱诚心诚意讲，我伫主的面前，这是要奉献互你的，你着爱奉献出来。你有迄种奉献的心，无论你做侍奉的工作，你拢愿意奉献，所有的即种的心理，安尼我相信你的生命拢要受祝福啦吼。啊，无输佮另外来报告的是讲，咱等下卫教吼是做即个桌游啦吼。啊，即个桌游其实无输真期待啊，你会认为讲啊，这项目无啥物帮助吼。其实咱伫明年吼，无输期待讲咱教会要来做社区啊，即个旺德福，就是讲互社区的里民有机会会当来参与，因为有足侪里民拢是独居老人，啊，因的囝儿拢是住伫外口，平常时无转来，甚至是暗时较转来。啊，日时的时阵，咱就是要互因有机会带因的爸母，啊有机会带来因家己来教会，也是讲来去活动中心。咱做即个旺德福的工课，就是讲通过甲因的直接的关系。咱即摆礼拜三即个洗手爱无限，佮干一摆尔，对无？所以咱要安怎去持续继续，互因有机会来参与活动。亲像即个我私底下讲，这秀华姐吼。他前阵子也是学了很多外面很多这个不同的学习的功课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哦，我们退休了，或者是我们有年纪之后，我觉得找时间去做一些学习是做好的工课。所以我感觉咱教会有机会嘛，就爱提供这种的所在甲环境，互外口的人有机会入来，然后咱伫迄过程的中间来认捌伊。啊，无你讲一开始要请人入来教会吼，伊一定会想讲啊，你带我去咪就是要信教的啊，对无？所以你讲啊，传福音你要安怎传？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啦吼。所以无输期待咱等下会当做伙留落来，6个人一组，6个人一块桌啊，吼啊，请同工较协助一下，咱6个人一块桌啊，啊，伫遐即个新老病因派的即个即个同工吼，伊会教导咱，互咱去试看觅啥物叫做桌游、桌上游戏。咱毋通干那逐摆坐了就要讲圣经哦。讲啊，喙口你嘛唔知要安怎讲啦吼。但是吼，咱若通过桌游互动关系的建立，然后从中去有机会的跟人讲到福音、讲到圣经、讲到生命的真理，我觉得都是一种祝福啦吼。所以邀请咱会让做伙留落来，会让咱做伙来参与啦吼。啊，邀请咱啊，另外咱后礼拜是大专纪念主日，因为今年咱5月份第1礼拜牧师有出外去募款。啊，所以呢，大专纪念主日是改伫后礼拜10月底的最后一礼拜啦吼，请咱备办心来甲因关心甲奉献。另外咱伫这个所在吼，嘛邀请咱为着这几项事来带导啦吼。啊，今日嘛真敢有新朋友，啊，姑姑森德，因为伊即晚拢有当时拢转去高雄啦吼，伊的母会嘛是咧建堂吼，无建堂吼。精修，哦，厝精修啦吼，是咧，因兜厝精修啦吼，啊，所以要等去斗3工吼，真辛苦。啊嘛，真欢喜啊！牧师伫大桥国小的时候遇到他太太，都是在做这个导护志工哦，非常用心在关心这些孩子哈啊，所以他太太都很有礼貌，每次要看到我们都很热情。所以哈，我觉得基督徒哈，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个礼貌的功课哈。是一个很基本的，但是也却是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。好，如果没有这个礼貌，我们很难让人感受到。好，所以邀请咱做伙来培养这个好的文化。好啊，这时邀请咱做伙起立，咱互相请安哈，我们互相请安哈。再唱一次哈，听互咱出去做一回，让你边的人看哦，看一个该讲听，
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互咱大家正找一伙，听互咱自己做。搁一遍，搁一遍，甲你边的人看一下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你就有笑容，就有喜乐。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伙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。当无需邀请你边的人讲的时，你就爱将你的心拍开，因为你将你这个态度该带出来的时阵，这要为你的生命带来祝福哦！哈，咱做伙来唱上用的诗，389首，俄勒上帝至关至尊。愿主你的灵充满阮，帮助阮，复兴阮的生命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处得甲人、甲环境有一个和睦三听的关系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同齐领受这个应允，为着就是要互阮的生命来显明，阮是主你的学生，阮是主你所创造有听的百姓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。以及圣神的相通，常常甲咱正大家三角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立倒。以后需要的动作，其实拢会当做一个桌游，会当来做伙写法吼。